讲到红蜘蛛，一直是农民上惊上介歹处理的一颗害虫。不过，苗栗农改场伫咧2021年发现一种红蜘蛛的克星，叫做是长毛小心水螨。民众免除农药，只要靠这种虫，就会当甲红蜘蛛食掉。即摆看到的就是歹虫，好虫在食歹虫，啊，即只是好虫，这是歹虫。人讲世界上有好歹人，其实虫嘛有好歹虫。这只红蜘蛛是农民上歹处理的歹虫，一直以来农民都是用农药来治疗红蜘蛛，但是药剂用久会有抗药性。苗栗农改场3年前伫苗栗草毋园发现一只好虫，或叫做长毛小心雷鳗，伊会去食歹虫红蜘蛛。因为咱若是用药剂的时阵，有当时10只可能佫会活落来5只，啊，这个5只有当时伊就有抗药性。啊，毋过你若是放咱的天敌昆虫小心水螨，伊除了伊的伊只防治了，其实伊过2天变大人了，伊就佫会继续一直生卵去帮咱防治后壁的即个2点叶螨这个歹虫。长毛小心雷鳗体型细细啊，会去食红蜘蛛，而且伊嘛是唯一会当治疗红蜘蛛的天敌。苗栗农改场透过探种、收集甲冷藏技术来培养这款好虫，伫100公尺目是会当收集100万只的好虫，伫冰箱冷藏阁会当活14天，甲虫放伫咧罐仔，农民用喷的就会当轻松来杀死红蜘蛛。这是跟那个苗改场合作，有运用到糖毛捕殖螨。那我们是解决红丝这个问题，那目前效果都蛮显著的，供我们这些未来会有叶螨问题的农民使用。农业部表示，为着要推动化学农药10年减半政策，因为推广一个生物防治天敌的政策，农民若是使用长毛小心雷鳗这款好虫，除了会当提高农作物的品质，政府阁会补助你1半的价数，会当讲是1减2高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